讲我走？是啊，玉皇姑娘啊，你永暗都爱离开啊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不是替你赚真侪钱吗？你是替我赚袂少钱，无唔对啦。尤其吼，你咧跳舞的时阵吼，哎哟，我是安扭啊咧，规身躯哦，搁像咧抖无调咧，迄人客是我介意你的，你敢知？哎呀，毋过吼，你的面生做安尼，绝对无去大家啦！一个看到你了后，人家走到无伴的啦哈！哎哟，你来，你看你敢袂见证的？啥哪都袂记情一啦。人我安尼啊，面甲伊炸起来，哎。嘛是好食款啊，好食款啊。哎哟，迄人在讲哦，迄鸳鸯花唔知歹，啊你这大红花歹唔知？我甲你讲吼，永暗你都爱甲我离开，莫啰嗦啦，走啦！春妮，你莫赶我走啦！我心是万花路的家，是万花路的家啊！哎，什么家啊？无啦，哎呦，我是讲吼，生是万花楼的姬，是姬女的姬哦，水是万花楼的姬女哎哟，那你哟，吼，唔管你是生啊是死啦哈，都亲像鬼啦哈，吼，你实有够趣味的呢。迄人啊是偌济人吼，恨不得若找着机会，就要赶紧离开这个妓院啦。都你甲人无共款，呐。让我上大愿望，就是要做万花楼的家中霸王花。你讲啥话啦哈？有啦，我是讲妓女的妓啦，即马足无简单，成功夺得我的眼睛。哎呦，你若心肝点尔凶，都要拍碎我的美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给你10万了。哈？哈？你要互我10万两，你老大才要做经理哦？安怎？我这个妓女做甲是毋是遮有诚意啊？哎呦，10万两哦！我咧哦，真正想要出卖着我的良心啦！哎呦，10万两呢！春妮，啊，你要送尽天良的机会，嘿，敢若剩一遍尔。哦，你就要好好对咯，好啊把握无。